谁？是我何相？何相？你来此责人前来相聚大娘，聚我大娘。大天之事，何相会推天面报？我不认大娘招来，不让我退了所辞，前来相聚大娘。何相，云娘稍有保守之身，就不忘你的大恩。哎呀，大娘不必如此。真是好有不慎，你快些走吧。哦，慢。既然松冠定，放下心对恨。快与我绑起来！是。放在我一去不了。
有讲，有没言道，做着母亲已将他接了回来。妹子，快唤你嫂嫂进来。我当然你去讲啊。母亲，我娘子她在哪里呀？她在哪里？我怎么会知道呢？我跟你妹子去吧。妹子，我娘子究竟在哪里呀？姑姑，老实的告诉你吧，昨上恰是见了嫂嫂回来，其实房中瞧不见她的人了，我们也正在寻找你。若非娘子她，请问母亲，嫂子为何要将她接了回来？娘有病，将她给接回来。母亲说的是什么病啊？是疾病啊！相公，左的夫人根本没有生病，我就不是，只没有生
下。相公欲说不知，这个夫人小姐将他娘逃出房内，此次今日一早就要送官去办。好像心中不忍，果然我嘴三根开了手。